每日靈修小品經文，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羅馬書5:8，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約翰福音1章16節。小故事，某個星期日，有一位父親初次領着最小的兒子一同上教堂去崇拜。當他倆剛進入聖堂大門時，兒子帶着奇怪的眼光，手指着台上懸掛的一個十字架。爸爸，這不是一個好大的加號嗎？因為這個兒子剛在算術課學到加號。爸爸彎下腰輕輕說：孩子，不是，是十字架。兒子又接着說：爸爸，在學校裏老師明明教過說，加字就是算術加號。作爸爸的剛要開口，突然在腦子裏閃出一個念頭，就回答：是的，的確，是一個加號。天父藉着十字架的救贖，加給屬他的子女，真是充充足足、豐豐富富的。默想，耶穌基督為擔當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他戰勝死亡，死而復活了，成就了救恩，也讓信靠他的人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在奔跑天路時能夠戰勝罪惡，克服困難。請問你有領受到從神而來加倍的恩典和力量嗎？禱告，親愛的主耶穌，感謝你為我們捨命在十字架，因你流的寶血，我們罪得赦免，完全歸屬你。愛我們的天父，你知道我們行走天路不容易，感謝你賜給我們足夠的恩典，並各樣的事上力上加力，使我們靈命充滿信心、平安和喜樂，有忍耐和寬容的心，一直到我們見你面的時候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